释迦牟尼佛的一生108图传。点击下载 Doc 格式阅读。001 The Hermit Sumedho makes his aspiration。苏弥陀隐士。伊恩著，即善慧隐士，果得马佛陀寺阿僧之10万大劫前的前世，以身作路供养燃灯佛。他当时已经修行到能使用神通了，但是为了表达对燃灯佛的尊敬，不使用神通修路。他身后那位女子应该就是耶稣陀罗的前世。当时他一看到苏弥陀隐士就非常喜欢他，于是把自己用来供养燃灯佛的莲花分了一大半给苏弥陀隐士。燃灯佛对苏弥陀隐士预言说，这位女子将生生世世都跟着你，无论她哪生作为你的妻子，都会贤惠而美丽。燃灯佛后来并没有从苏弥陀隐士身上踏过，而是在为他受记之后，恭敬地又绕而过。按照上座部佛教的标准，只有像苏弥陀隐士那样正式得到一位佛陀的受记，才能被称为菩萨。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2 Queen Mahamaya's Dream。皇后摩诃摩耶的梦。伊恩著，夜梦白象，菩萨入胎。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3 The Birth of the Bodhisattva。菩萨出生。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4 Kale Devila the Hermit being shown the newborn Bodhisattva。修行者卡拉德维拉为刚出生的菩萨看香。伊恩著，也就是阿斯陀仙人，他已经证得了非想非非想处定，而且知道自己要过世在佛陀证道之前。证的这种定的外道沙门一般会转生在与他相应的天界中，而该处天界因为不存在物质，所以无法聆听佛陀的教导，他因此而垂泪。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5 The Bodhisattva entering the attainments under the rose apple tree。菩萨幼年在阎浮树下自行进入初禅。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6 The Bodhisattva picking up the goose wounded by Devdatta。菩萨抱起被提婆达多射中的白鹅。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7 The Bodhisattva displaying his archery skill。菩萨展示天生剑艺。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8 Taming the wild stallion。菩萨驯服烈马。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9 The wedding ceremony of the Bodhisattva prince and the princess Yasodhara。当时还是王子的菩萨和耶稣陀罗公主成婚。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0 The Four Omens。The old man, the sick man, the dead man and the recluse Bhikkhu。菩萨出游遇到的4大事项：病人、死者、老人和修行者比库。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1 The Bodhisattva's last look at his son before going forth into homelessness。菩萨出家而为无家前，望向儿子的最后一眼。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2 Renunciation of the head hair。菩萨出皇宫后自行断发，表示出家。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3 Encounter with King Bimbisara。菩萨遇到宾比萨拉国王。伊恩著，答应成道之后再去见他。当时菩萨起时经过王宫，宾比萨拉国王
他比菩萨小5岁，见到菩萨相貌举止庄严，深为触动，就派人跟随到菩萨的修习处，想封赐他一个宫廷高官。菩萨拒绝了这个，并且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和志向。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4 Learning the 7 attainments from the hermit of the Kalama lineage。从卡拉玛传承的沙门学习4禅8定中的第7种定，无所有处定。伊恩注：向外道导师阿罗罗迦罗摩。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5 Learning the 8 attainment。学习4禅8定中的第8种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伊恩注：向外道导师玉陀迦罗摩子。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6 Practicing Dukkarikariya austere asceticism。修习苦行饥饿行法。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7 A magnificent dream。菩萨成道之前5大预示梦之一，头枕雪山，手达两海。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8 The Dreams。菩萨成道之前5大预示梦之附身曼腾